哪里抓的鱼？这里啊，这里啊，对啊，这不是狗带？对，过带啊，你怎么抓的？用弹弓，啊，弹弓，用手抓的？弹弓，啊，用弹弓？对啊，弹弓，现在拿这个，用这个弹弓打的？对啊，太厉害了吧！不会神啊，你啊！在这边打的哦。对啊，我第一次看到，你太厉害了你！训练呢哈。狗带啊，过带啊，对啊这，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南头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水库啊？那个叫什么？类鱼，对对对对，鲤鱼，对对对对对啊，，类鱼啊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很凶啊，这种鱼啊。对啊，他们吃这个鱼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哇，你好厉害哦，你真的是打了这是弹弓啊。对啊，用什么？用石头打？对啊，这样，哦，一打了线就可以拉出来。对对对，可以，哇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！你哦，不会啊，哇塞，这个怎么吃啊？这个啊用炸，用炸哎呀！对啊，哇，你好厉害哦你啊！我还不知道有那么多。我还不知道这边有这种，这不是很深吗？你怎么打得到啊？有啊，看得到哦，还有。看得到，用那个眼镜，哦，你用眼镜看哦。对啊。你那眼镜是什么？紫外。那个如果有大样的用那个，啊，不叫那个干到那个鱼，看不到啊，看不到啊。是吗？对啊。哇，没有大样不用带这个，是哦，还有。对，哇，你真的很厉害哎，你。你是哪一国人？你是印尼，印尼啊？对啊，印尼都是这样捕鱼啊？有，哇，这有够厉害的呀！弹弓呢呢个用迄个咧弹弓拍的呢，是哦，好厉害！够准的。看了他这个监视还是什么？不用监视，不用，好厉害！用监视。哦，再用弹弓去射啊！啊！他看到鱼在动，他才打下去的，对啊。不然不可能啦。鱼的，看鱼在动，他就打下干鱼去。，什么鱼啊？这什么鱼？那个过带，锅带啊，对啊，用功课。会不会有土味？不会，过带都不会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谢谢。嗯。